慈幼工商校长陈素贞前往汽车科学生郑佩峰家里贴榜，一家人欢喜藏不住，因为他不仅统测考出574分，更是动力机械群全国第一，又以繁星录取汽车科第一学府台北科技大学车辆工程系。我想当那个车子的就工程师或是设计师这样。我喜欢去就是去探讨那些车子的结构。或它怎么运作的？原本就读普高的郑佩峰，因为在学校对课程没兴趣，所以休学1年。正好慈幼工商有汽车科，从小对汽车有兴趣的他，跟家人讨论完后，决定转校，在高3也考取到汽车修护以及证照，培育青年找到他自己的兴趣，找到他自己的优势。然后在社会上面，在专业上面有更好的发展。汽车修护以及证照在业界内相当难考，但在慈幼工商的汽车科，每届平均通过率高达70%，其中还有1名从长荣女中时尚造型科转学过来的女学生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一样考取到这张乙级证照。一开始的话就觉得蛮困难的，但是后来就有练习，从机车、汽车，甚至于到卡车，我们都有一系列的一个课程的安排。透过学校的课程安排辅导，让学生们有一技之长，早日与职场接轨。行行出状元，还是得选对科最重要。记者陈怀台南报道。